镜头来宜兰的环保局和宜兰地检署进前有做伙抓到一件环保的犯罪集团，因是伫咱台湾各地去车一寡建筑的废弃物，刷落来呢是再去新北，也是宜兰的所在乌白坪，算的不法的所得赚超过3000多万。目前姓王甲姓洪的嫌犯已经互法院裁定收押，另外阁有10个人是以1万至1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就是讲，四月拢无人，即寡大卡车甲怪兽传好势了，就甲车顶的查废弃物，拢倒伫咧宜兰大溪乡的偏僻山区，规个过程拢互守伫咧边仔的搜证单位翕起来，伤害国土的非法行为，即嘛有明确的证据。去年11月接到报案了，宜兰环保局甲地检署等单位做专案小组，发现源头是新北市的环保犯罪集团，近100人，兵分多路，针对犯嫌处所进行搜索。将犯案嫌疑人共25人带回侦讯，其中王姓及洪姓等犯嫌因罪证确凿，裁定收押，另有10人以1万到10万元不等进行交保。检方讲，嫌犯由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租土地的人、做中人，或者由非法的经营业者，将废弃物看管区再去新北或者是宜兰各地等现场查考非法等废弃物的大大小小清运机构10台，估计不法获利3000多万，依法会当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宜兰对于外县市废弃物跨域弃置在宜兰县内的行为，已经加强稽查，绝对严格查缉，要让非法业者付出沉痛的代价。伫新北市蘆洲邦桥、宜兰县的东山大溪顶所在，也发现真侪废土甲石头，检方无排除可能拢是同一个犯罪集团做的。虽然嫌犯即马被约谈到案，不过也无排除还会发动下一步的搜查，要甲即个破坏土地环保家族全部拢抓起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